好来，乡亲啊，3月小妈祖，这是台湾宗教界年度的大代志。每一年拢吸引着几千几万的信徒对着妈祖婆来绕境。道理行社甲航空业来合作，推出着妈祖空中的绕境，2点钟的航程，随台湾澎湖、金门甲妈祖一连，伫空中来举办着上经祈福的仪式。 天上圣庙即摆真正飞去你天顶，对妈祖娘娘做伙下好安全大起驾，旅游业者甲妈祖庙要航空公司空中三结义，妈祖空中绕境团3月中出发，飞台澎金马一连，前后2点钟有180个人会使对，这是台湾的头一摆2点钟航程，善男信女做伙上京祝福台湾。 你有兴趣无？有，用行的那种绕境，你对过几届？蛮多次的哦。啊，这次求你来去空中一起绕境啊，那样。求之不得，真的有福报。妈祖的经里面就是说，瘟疫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怕，它自然就会离开。所以我们台湾是宝岛，每一个都花心，没有一个不花心的。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在飞机上面，当然航行时间我们会请我们的法师来带领大家一起诵经祈福，因为在飞机上你不可能去焚香啊，去做一些科仪。恭请妈祖空中出巡，千里眼顺风耳，左右护法。是讲空中妈祖绕境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袂使软脚骹，因为真正软袂过。